新竹关会中心欠会情形真严重，大款会型平均敢若剩2.8天的量通好用 ，A 型是上届欠敢若剩2.3天，离安全的库存量10天也阁差真远。若是观众朋友身体条件是有下降，就会当加减到3天。当年年底，病院平均一天爱用1000袋血液。新竹关会中心上新统计，目前血库内底平均的库存量已经存无3天。 加上疫情影响民众的关会意愿，这站关会中心当咧烦恼血液库存量。10月到12月这3个月的期间，整个的用血量是比去年的平均的用血量多出了12%。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月的期间，能够募集足够的血量，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安全库存量提升到8到10天。为了鼓励民众关会，民间团体发起关会活动。 民众只要来关会，就使领到免费电影票，也是百货公司的礼券。一透早吸引不少民众排队。那么多的好礼之下，希望可以募集到更多的人出来捐血哦，可以发挥我们5台车的最大值哦，最大值可以捐到1200台。都有鼓励员工来这边捐血哈，也就是说每个礼拜他们的时间到大概都会来捐血。尤其像我来讲，我也是固定的时间都会来捐血。新竹关会中心表示，这阵啊血库库存量平均只有用过5成，若是继续歹天。 病院过年恐惊会无血通用，呼吁民众赶紧来关会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